台南木桥街厝电用到正伤，电表线拢无跳。警察去抄，发现嫌犯伫咧厝尾顶放46台虚拟货币挖矿机，毋但趁甲油细细，佮偷改电表省电钱，害台电了买700万。这个月15，警方甲台电的人员来到台南林德的这间透天厝调查，因为这个所在去互发现有违法用电。警方伫咧楼尾顶查到46台虚拟货币挖矿机，佮有相关的设备，而且发现这个所在的电力设备伫咧无经过台电许可的情形之下去互偷改过。查获无性犯嫌，现场扣得矿机46台及相关设备，全案依窃盗罪嫌送办。非法偷摕电，毋但是危害公共安全，嘛侵害社会资源。台电表示，只要有人的用电量出现问题，因就会去追踪，嘛会找警方来调查。后来果然是发现有人咧偷摕电，而且用到真凶，害台电了买700万。智慧型电表呢，比较能够及时掌握用电的方式、用电资讯，然后对于这个倒拨指数呢，也比较能够预防。对用户异常的用电会追偿他的电费。台电讲，因能够根据电业法第56条来讨赔。那台电这几年嘛开始推动智慧电表，比传统的电表更较准确，而且嘛会逐工传数据，更较会当预防有人违规用电。公视新闻综合报道。